主后2023年7月23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咱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上卷30章18节到26节。亚玛力人劫去的财物，大笔拢有抢转来，嘛有甲伊两个某救倒来。亚玛力人抢去的，无论大小囝、查某囝，财物大笔拢带转来，无失落一项。大笔的部下将所有抢来的牛群、羊群赶伫其他前生的头前，典讲：这个是大笔的战利品。大笔转来到遐，因为亚仙无缀伊去，留伫比索溪的200人遐，因出来迎接大笔甲有缀伊去的军兵的时，大笔行进前甲因请安。甲大笔去的人中间有一寡歹人匪类，安尼讲：因无甲咱去。这个战利品莫分互因，干焦因的某囝儿，互因带转去。大笔讲：兄弟啊，上主赏赐互咱的物，毋通安尼处理，因为伊有保护咱，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。恁即款做法，啥人会同意？出阵的人分着偌济？顾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，大家着公家分。对迄日起，大笔设立即个办法，做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直到今仔日。大笔到西吉拉的时，摕一部分的战利品分互伊的朋友犹大的长老，伊讲：这个是对上主的对敌抢来，送互恁做礼物。弟兄姊大家平安。正常的人会有喜怒哀乐这个情绪甲脾气性地，知影伫什么时阵欢喜快乐，什么时阵表达受气，也是悲哀伤痛，也会晓得控制家己的情绪，免得失控。安尼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欢喜的时会笑，悲伤哀痛的时会流目屎大吼，这是正常的。若是欢喜的时阵，颠倒哭甲真凄惨，除非是喜极而泣，喜极而泣，若无会用当作是神经无正常的人。反之，悲哀的时阵煞大欢喜，这嘛会互人看做是无拄好的人。咱伫早起所看圣经的进度是撒母耳记上卷29章到30章，这拄好咧讲到大笔的喜怒哀乐。大先咱来看分段，第一段咧讲到大笔的欢喜，大笔通毋免甲非利士人对战以色列的同胞，29章1节到11节。伫遮非利士人的联邦军队总动员，甲扫罗的以色列军队做生死战。大笔甲伊的部下也军队非利士人的加得王亚吉出战。昨日其他的非利士城邦的王对大笔出现伫遮，也有疑虑甲顾忌。虽然亚吉王极力替大笔辩护讲好话，毋过落尾
也是苦劝大必莫参与伫即场诶大战，免你万一战败，对大必甲阿吉王拢会互看做是元凶。阿吉王就遣送大必，互伊倒转去西吉拉。其实，安尼诶结局对大必来讲是上好诶安排，因为一来伊袂得失到阿吉王甲其他诶非利士人，是非利士人爱大必甲伊诶部对来离开，毋是大必主动要退出。二来也互大必毋免得罪以色列诶同胞，因为因并无甲非利士人做伙甲家己诶同胞来作战。咱通伫29章诶第3节，这非利士诶将领称呼大必甲伊诶部下，这个希伯来人伫遮咧创啥？希伯来人即个名词伫即个所在是僻上诶称呼，就若亲像有时阵会听到人咧叫外国人讲外国红毛共款。当当时以色列人也称呼外邦人是无受割礼诶人，这拢是带着歧视性诶用语。搁咱伫第5节有看见扫罗开始声称大必开始慢慢即个歌词，即首大必开始大汉人歌利亚以后，以色列妇女所创作诶凯旋歌，已经成做迦南地区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诶流传诶民谣，连非利士人因也知晓诚实。大必毋免参与伫非利士人对战以色列人诶战争，这通讲是大必诶欢喜。过来30章1节到第6节，这讲到着大必诶哀伤。西吉拉城互亚玛力人洗劫去。亚玛力人主要住伫以色列地诶下骹面南地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要转去迦南地诶时阵，因有互亚玛力人阻挡，搁发生激战。撒母耳上卷15章也记载扫罗王甲亚玛力人诶战争。伫扫罗大必诶时阵，除了非利士人以外，就是亚玛力人甲以色列人是世仇。当即回亚玛力人趁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双方伫战争诶期间，因出来做土匪抢劫。当然，有非利士人诶地区，也有以色列南部边界诶地区，也包括大必伫非利士人诶根据地西吉拉。当大必甲伊诶部下转来到西吉拉诶时，发现规个城互放火烧，某囝也拢碰见，是互人洗劫掠去。伫30章诶第4节，咱有读到大必甲伊诶人就开声吼，吼甲无力通阁吼，甚至这人想要用石头甲钉死。这是大必诶哀痛。第3小段是30章第7节到17节，这咧讲到大必诶受气。大必甲伊诶部下怎样抢救某囝，
大作战。达比甲伊诶部下因为某囝受掠，细吉仔受洗劫，愤慨要报仇，甲因诶某囝财产救转来。达比大声求问上帝，知影因通救因转来，所以就带600名全部诶部下落去要追入阿玛力人。到路途中，因有救一个阿玛力人诶奴隶，一个破病诶埃及人。迄少年人就做因诶向导，带因入着阿玛力人。经过一日诶车拼，达比甲伊诶部下毋但大败阿玛力人，抢回因诶某囝，而且也得到相当侪诶战利品。第4小段是达比诶欢喜。达比伫遮又救伊诶某囝转来，也将即个所得到诶战利品来做分享。达比班师回城诶时，伊有做2项代志。头一项，伊设立公平来分配战利品，互出战诶甲固守诶分平济。第二，将寄出来诶战利品做礼物，分送互平常时甲伊有咧往来诶犹大城市甲长老。这是达比诶喜乐。撒母耳上悬掠9章到3章，对咱有甚物款诶教示？头一项咧讲到着，当一无所有诶时阵，爱回归伫信仰诶本质。本质就是上界纯粹诶原理。达比伫西吉拉城受阿玛力人洗劫诶时，伊着若亲像消防队员去前方拍火，结果后方伊下厝煞火烧厝，伫遐无奈无助，急甲大声大吼。这也互咱联想到伫旧约有一个敬畏上帝诶义人，叫做约伯。毋过魔鬼撒旦甲上帝控告约伯，伊诶一切拢是假，所以上帝用阮撒旦攻击约伯，互伊一无所有，连身躯也生毒疮，猎仔用安尼来试验约伯，来印证约伯确确实实伫上帝甲人诶面前，伊是一个义人。达比辛辛苦苦，好不容易，伊建立家庭、产业甲一切，毋过呾伫无防备诶状况下，去互土匪贼仔抢了。达比变成一无所有。到底上帝敢真正有咧庇佑保护达比，竟然互伊拄着即种诶歹代志？达比并无怪罪上帝，反倒转去求问上帝，伊减有机会甲可能通甲伊诶部下家眷救转来。万一有一天上帝甲咱所有一切拢收回诶时，这也是伫提醒咱，赏赐诶是上帝，收回也是上帝。达比伫诗篇142篇第5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对你哀求讲，你是我诶避难所，我要活地诶日，你是我诶一切。第二，伫丰盛有剩诶时，着慷慨分享。达比伫拍败阿玛力人，抢回伊甲部下诶家眷财物以外，
连带阿妈丽人沿路所抢的财物甲精神也归台北所得。台北将这个战利品分配予部下以外，还剩袂少，伊就分送予甲伊有伫往来的犹太城市以及长老。当然，有一寡城市也有遭受阿妈丽人的抢劫。毋过台北也慷慨甲因分享伊所得到的战利品做礼物，互彼此的友谊通得到进一步的增加。台北的慷慨甲照顾朋友，这也为接续扫罗战士犹太人拥互伊做王有直接甲间接的加分作用。台北甲咱进前所咧讲迄个大富豪那爸真无共款，那爸掠伊家己所有诶做夸口，甲家己过着帝王级诶宴乐享受，伊毋肯照顾落难搁对伊有温情诶台北。若是台北当伊雄雄富足诶时，伊想到诶是全体部下通公平得到利益，以及将这个做礼物分送予朋友会欢喜。当上帝赏赐咱伫丰盛也是富足诶时，咱上好也着爱学习，亲像台北做一个慷慨奉献，也甲人相甲分享咱喜乐诶人。因为圣经伫即个箴言十一章25节也讲，爱施舍诶，如丰盛帮助人会得到帮赞。第三，公平正义是信仰甲社会诶根基。伫一般诶社会，强欺弱、有权有势有力诶人，讲话较大声，破水会坚冻。毋过圣经诶原则毋是安尼，圣经是咧讲究要互上帝诶旨意会当完全落实伫人间诶逐个层面，也就是互公平正义人权会当真真正正得到彰显。台北有差不多600个部下，因军队菲利斯王亚吉上北去甲以色列人咧交战，后来互赶转去，搁拄着西吉拉城去互洗劫。台北个部下要甲为数众多个阿玛力人交战，这通讲嘛着爱非常的吃力。伫这个中间，因行到半路，就有1/3个人忝甲无法度振动，只好留踮后面做后援固守补给品。当台北凯旋转来时，伫台北个部下中间有一寡人认为讲，遐个留守个人因无资格通甲因分战利品，因为因无亲像因是强者，是弱者。若是台北采决有设立，互出战个甲固守个分平制，逐个公家分。其实伫申命记31章25节到31节，摩西就设立分战利品的条例，互战士甲人民各通分一半，也对因中间抽部分互利未人甲做奉献。这也互咱联想到主耶稣所咧讲葡萄园主人请工的故事。透早入园的，甲下晡5点才入园的工人，通分平济。这对咱来看，哪像真无合理，嘛无合
即个情分。毋过，这就是公平、正义、良善的实现。愿咱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的中间，拢通听主甲听人亲像家己，也互咱的生命活得精彩，也活得因神益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伫你面前，阮献上祈祷感谢，因为伫阮的人生，阮并毋是一帆风顺，拢是顺境，有当时也会拄着即个逆境的时，也求主看顾帮赞，阮伫一无所有的时，阮搁较会晓得轻调伫主里。来找找迄个信仰的本质，就是上帝你是阮的一切。也伫阮风声有春的时，阮也爱会记得对主你所领受的，阮也着爱慷慨来做分享，也互人因为阮来得到利益，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。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